本港近日天氣潮濕有霧，日間溫暖。天文台形容回南天來臨。回南天其實係形容風向嘅變化。回南天係指當東北季候風有所緩和嘅時候，廣東沿岸地區轉吹偏南風，將海上較為溫暖潮濕嘅空氣帶到陸地。回南天期間經常都會好大霧，天文台話係因為暖濕嘅氣流接觸到沿岸比較涼嘅海面，空氣中嘅水氣凝結成小水滴，最終就會形成霧。喺天文台嘅天氣報告，除咗霧，亦都有薄霧嘅字眼。按照世界氣象組織規定，水氣凝結物令能見度降低到1000米以下嘅稱為霧。至於薄霧，世界各地嘅界定準則都不盡相同。喺香港，能見度喺1000到5000米之間就叫做薄霧。霧嘅出現唔單止對陸上同海上交通構成危險，亦都會影響航空交通，造成經濟損失。喺2009年嘅聖誕節，本港海域同埋赤鱲角機場被大霧籠罩，有200幾班航機受延誤，7班航機更加要轉飛到鄰近地區嘅機場降落。